从今天开始，我用白话文的形式为大家讲述一部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。《资治通鉴》被曾国藩称为先哲们的经世之书，一生反复读，可解人生困惑。就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曾对《资治通鉴》反复研读，批注了17次之多，竟用多次精准预言局势，皆因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这套书。他说这书让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。两代帝师张居正甚至亲自注评《资治通鉴》，为万历皇帝讲解。谋略过人的康熙大帝也将这部书视作自己管理决策的重要参考，一生中反复阅读揣摩。由此可见，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书。宋神宗批此书为鉴谕往事，自喻之道一语道破这套书的核心。《资治通鉴》全书共294卷，约300多万字，历时19年完成。它是司马光毕生心血之作，书中记载的历史横跨中国16个朝代，一共1362年的历史。内容以政治、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，兼及经济、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，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、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。它的内容以政治、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，兼及经济、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，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、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。我打算把其中那些精华且令人深思的故事内容进行整理，以白话文的形式展现给诸位，期望能得到大家的大力支持。要是存在错误疏漏之处，也诚邀大家予以批评指正。